都会看什么叫我这个混蛋男吧，苍马看不上，俺那小拉木音，对了，俺从东九三去浪啦，我接着混咱们上同学比，俺这块啦，讲着通通谢谢，呀，觉得么？觉得么？俺个三马芝麻穷人，三马芝麻要蹦个，下是哪么地儿？小心那几个要蹦个。呀。然后我在这边问你一个问题啊，昨天就是有人过来采访你，对，你一时之间说不出来噪音，那是为什么？不是，其实不是像网上那样，我不会说藏语，是那个我本来是低头玩手机的，我没看到他，然后他就过来采访我嘛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接受那种采访，就有点紧张，一时间脑子里面就有点乱，然后我没说出来，就是语无伦次吧，就这样说又好像有点不对，那样说又好像有点不对，然后我就那样磕磕巴巴的，然后让网友以为我不会说藏语，其实不是那个样子的，大家不要误会了，在这里说一声不好意思。国人节的起，兄弟们，然后我说的是康巴语，他说的是安德语，然后他的话我也听不懂，我的话他也听不懂，但是有个拉萨人突然过来问我也可能答不出来。我到那别个家没去没，让个别个姐妹，别个家过那车子家去，国人节对得起。好的，这个苍马，俺从多久才去浪了？来不儿干事情？这是的嘞。